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2度来封锁着日本打击的投手江国和，回到当年甲教导棒球的国小，受到全校师生热烈的欢迎。江国和除了勉励着棒球队的小球员，嘛来回忆讲，伊当年练球的时阵，这个骹头乌甲骹床皮，定定来抹甲破皮，拢真想要放弃，是阿嬷一直甲鼓励，才有今仔日会当伫国际舞台发光发热。 3、2、1，哇！同学来掌声。台湾队的投手江国和在世界棒球11强赛摕下金牌，伊当去彰化老厝的第一个行程，但是当去伊国小的母校，也是伊开始讲棒球的所在。 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啊，拢热烈欢迎。伊想起当初时练球的时阵，骹床甲骹头乌定定扯破皮，搁落摆想要放弃，是阿嬷伫伊的背后一路甲伊支持。就是都在 PU 上跟篮球场上，所以很长球裤都会破掉，都要叫阿嬷去补那个膝盖的地方，因为都会破掉。一些小时候有想要放弃的念头啊，就是阿嬷就是跟我说，既然选择了，就继续努力，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样。江国和甲阿嬷感情真好，伊写给阿嬷的母亲节卡片，阿嬷嘛一直扎伫身躯边。谢谢你从小到大一起陪我们长大，让我在打球这条路上无忧无虑。祝你永远年轻，母亲节快乐！他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啦，真的啦。我带他，我真的很值得啦。日本队的外野投手神机亮介，捌伫比赛前讲，若输互台湾，就要改道做投手。一声比赛结束，江国和笑讲要送伊手套。 神机亮介嘛甲应讲，就等你送来。已经请技工师寄出了，对，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有把手套交给经纪人的这样。江国和老厝门口口拢是各界祝贺的红榜，亲戚朋友嘛拢欢喜甲烧香拜公妈，报告这个好消息。江国和长期对着球队世界走总，这摆伊总算有机会回去家乡，甲亲人好好啊团聚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